镜头转来国内，新竹县市甲苗栗县针对合并新组直辖市的提案，今仔日开会做伙讨论。不过，新竹市长林智坚是讲已经有安排其他的行程，无法度参加。那其他的人对林智坚提出合并的想法甲时间点，拢有质疑。南边的归到台中去，北边的头份竹南归来大新竹。 这种话既然能够讲得出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请林市长来参加，说明升格的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否则如何让我们大家来支持呢？会议才拄开始，苗栗县长就开炮，认为合并不应该将苗栗排除在外。新竹市长林智坚除了表示，因为有别项行程，无法度来参加，对合并做出回应。合并升格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转弯那我也感到相当的不解那到底是不是受到党很大的一个压力，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导致于杨县长这个政策大转弯这场会议也邀请竹竹苗地区的立委做伙讨论。立委表示，合并升格一定要全盘考虑，做好配套措施。最主要要让民众了解说合并之后到底对民众有什么帮助。他任期届满了，到第7年的时候，他忽然想到说，那来提这个县市合并，以后可以再继续参选。对于执政党想为特定人士量身定做、因人设事，违背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大家共同谴责。针对合并升格会议结论，各界也是有无同款的意见。杨文科表示，会搁请新竹市长林智坚提出实际的做法，3县市再过来讨论。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